面色渐暗的新竹关西仙草店的霓虹招牌，不时吸引老饕上门。只是要尝这美味，连过程都很特别。不仅要走过狭窄的走廊，还得搭电梯上5楼。来，这个胶质丁啊，胶质丁就是这不加任何香料、防腐剂就能站得直挺挺的仙草，加入奶精、蜂蜜，吃起来甜而不腻，又 Q 又有弹性。当初改良出这个兼顾口感和养生的仙草，就是这位客家仙草达人钟永熙。今年57岁的钟永熙，新竹关西长大，从小就和仙草有了不解之缘。日后自行改良的养生仙草，获得消费者协会金牌奖以及最佳客家伴手礼的肯定。本来仙草是养生的东西，含了淀粉吃的对人体会有一点不养生的感觉。后来我就一直想了好久好几年，才想到说仙草应该要去找一些替代食材。舍弃太白粉、地瓜粉，改用成本贵很多的寒天、蒟蒻2段式调制，才做出了真正养生的仙草。回忆起小时候，钟永熙说，仙草可是客家庄里很重要的饮品。每天的大概10点，或者说下午的3点，就会有那个点心可以吃，附带着这个仙草冻，带到田里面去，让这个工人吃饱以后可以吃一些这个仙草解渴。过去长在路边随手可得的仙草，钟永熙从小就懂得清洗熬煮的步骤，后来更投入研发，不止仙草胶质丁、仙草胶砖，还有仙草口味的桂圆紫米饭团。觉得，它刚刚有3种嘛，仙草胶质丁、仙草胶砖、胶砖嘛，对，胶砖，还有一个现煮养生的那个烧仙草，都可以啊。亲切招呼游客，有心要推广地方产业。钟永熙目前还在研发仙草冰淇淋、仙草蛋、仙草麻糬等等多种的产品，要将客家人的平民美味发扬光大。客庄的平民飨宴，57岁的钟永熙用寒天和蒟蒻赋予新生，暗黑色的仙草百变登场，惊艳我的感动时刻。